到你感应，小心翼翼的就等在原地，每一条信号都记在心，想拉近距离，咚咚咚是心跳的声音，礼物超有心，脑子跳起，下一秒就准备要和你梦幻的相遇。321，深呼吸，爱的谜题开启，心跳马局步冲冲冲，朝着那个方向砰砰砰，每一次触碰